呢一次絕對係我哋玩過最刺激嘅包剪揼。874嚟到會場，我哋已經好好彩抽到一個白痴死嘅一個編號啦。有咩戰術咁啊？我個戰術咧係無論發生咩事，都跟翻我嗰個公式。我而家預告定陣間，我第一鋪出剪，第二鋪出揼，第三鋪出包，直接3連勝。可以。咧，所以我未開始比啦。但係我覺得我陣間比賽咧，目測到個對手嘅程度咧，我應該可以全勝咯。OK， 一鋪都唔會輸。OK，教練多謝你㗎，我唔會每一次你1-0遊。我戰術咧係無論發生咩事，都跟翻我嗰個公式。鋪出剪，第二鋪出揼，第三鋪出包，直接。我屌咪一鳩樣你同我。